今日挑戰食晒呢度所有垃圾食物，好唔客氣啦。搞錯你，一時又餓扁我，一時又掉咁多嘢落嚟，又食埋咁多垃圾嘢，消化唔切，你睇個胃係脹晒啊！仲搞錯啊！胃酸倒流又胃痛，個胃仲頂住，等我食翻個胃藥先。哇，係胃仙 U 啊！今次有救啦！胃仙 U 獨特嘅雙層藥片設計，一粒有多重功效，可以中和胃酸，促進消化，修復胃黏膜，幫助舒緩胃痛、胃酸倒流、胃脹、消化不良等症狀。有醫生朋友同我講，成日胃痛嘅原因有機會係因為胃黏膜受損引起㗎，而胃仙 U 正可以修復受損嘅胃黏膜，從根源解決胃部問題，全面護胃。而且佢仲喺香港連續11年胃藥銷量 No.1， 係信心保證啊！喂，成日掛住食都要顧下我㗎，買定啲開門口啦。知啦，依家喺萬寧或者屈臣氏買胃仙 U 滿238蚊，憑收據到以下地點，仲可以換領3合1摺疊式無線充電器添。佢哋有不定期嘅優惠活動，記得留意胃仙 U 嘅 Facebook 同埋官網啦。唔講咁多，我繼續食埋佢先。